我是堅持抗人啦，參摩擦佬淨係識多人數，成把生意運隨代香港本地出生人落得嚟又唔需要自派同經驗，依家有交辦啲自動化建築工程，全部靠關係，佢都係我同胞，咁就可以入到地盤入行搞陣。見到香港地盤人工日薪高之後，又得返工有得做，又得返隻拖就託付多啲工數，多啲收入，咁之後咪出事咯。上面班友白無脂肪人班友咁搞作大個張面條數，自己個人話公司收入由何而增大之後，又有理由話證據再向出資者拎錢。再為持牌有經驗嘅從業者，支持繼續引入一班聽教聽話嘅外勞，同啲政府高層做事一樣嘅人才，淨係識拖同做大煲，但完全冇實務性咁辦公，靠演靠關係，二來揾嚟做拍拖對象冇得叮。好啦，翻一番主要話題。另外就是包落場佬，冇工會同商會作為一個通令架構，成為有系統性嘅行業。呢啲就聰明啦，一早係業敲出3年教習係罷工上街遊蕩，呢啲咪有規模咯。或者好似的政府高工咁係必須，今年整場大型 show 啊，全世界聽佢哋所謂前線執法員工，既竟可以從所謂獨立嘅司法機構作出判決，去保障到新香港人嘅生日花就可以加班，加人工幾辛苦要對抗班，冇所謂好暴烈嘅示威者，話俾大眾知道，招聘咁多人唔淨止行行企企，不過佢哋都識企識行啊，好聰明咁企喺敵立起威，唔使出汗出力，只需準時打卡。大佬啊，着住件制服企喺啲有電力位置位，林冇知制服除外，本身有都些視 TV 啦，定係想睇下有冇靚仔靚女去抄牌濫用職權，當然仲有另外有堆警員係真正去工作查案破案同去維持治安，防止罪案。言歸正傳，本身你班高層或管理層班友淨係識玩制度，立亂啲咩嘢智力架構作人類分流，轉頭又淨係識報大數多人對幾多人參與，又唔俾啲智力啲多餘嘅毫無使命感嘅執法人員執行，係唔係為咗之後就可以判翻俾自己圈子啲黃塵國戚做石頭堆夠蘇食人頭壞戚為財嚟收錢，每人出汗出力合時傳統傳承嘅味道去咗邊？現今社會只需盤生雞成到資產，再用一件搬字，仲要搬得電腦系統自動化幫手搬，咁睇嚟一定係要難度先可以使人類係進步，係得翻我哋班勞動階層繼續復古學搬人出汗出力搬，但係搬磚頭同泥沙咁，可惜搬到成個食石佛屎搬唔到上山，唉是但啦，冇所謂，仲有幾個月要搬字就搬我依堆啦。入中國國慶社會和諧靠政府高官，中國香港實行推廣改革，到16薪酬制由政府高層執行監察，真正實行人人平等，削減薪酬，將用作枯燥被用作香港整體未來規劃發展，加強教育奉獻社會認可，增強市民大眾對政府信任，減少社會不同層面紛爭，聲音不為個人利益共建將來。點解唔係由勞動階級實行？之前嘅實驗報告證實係勞動階層實行，結果係失敗咯。加上你哋班友本身係生活上住宿，飲食退休後都有保障，仲要咁多資源作個人財產為啲乜？難道仲要削減低下階層生存空間？在這資本城市生產門騙子，基本上每個人地教育細路，在每個生活這路中的人腦內應食環境主義，由學生時代地學業成績分數，上大後演變成攀比職位薪金，擁有啲資產，我哋真係熱到底褲都濕埋㗎。高溫下應該做2個鐘，俾10至20分鐘，我哋休息下多飲水，門口重現為遇多的事，日曬雨淋下返工為咩嘢？係愛定係為責任？係窮啊！屌你個閪！有汗出有糧出，而你哋班友仔個個坐，擁有的資產，我哋真係熱到底褲都濕埋㗎。高溫下應該做2個鐘，俾10至20分鐘，我哋休息下多飲水定硬上，門口草言為雨多的事，日曬雨淋下返工為咩嘢？係愛定係為責任？係窮啊！屌你個閪！有汗出有糧出，而你哋班友仔個個坐。